咱家己伫主日时会讲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，也求信心做工伫咱的心内。咱先为着咱家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我们将家己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体贴，是阮伫阮的中间，伫大讲这记的事，阮将家己摆咧，求你看顾。多谢咱伫即个时阵，也要将规个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交伫主的手。咱求上帝，互疫苗会当真顺利来研发出来，啊，阁也为着咱国家头前的路，伫国际上，互咱会当诚侪别个国家的祝福。咱也为着国际甲咱的国家做伙来祈祷。阮将一切交托，独你是掌权的主，主你互武汉肺炎疫情会当被控制，就疫苗会当顺利研发出来，也祝福阮的国家伫国际上一个新国独立的国家，会当来祝福别个国家，求你来特别对华的求合，求你来怜悯，保守阮平安，求主你来看顾。咱也特别为着今仔日所有服侍同工来祈祷，求上帝通过伊的服侍。互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特别为着遮个服侍同工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无论阮的服侍是担任什么职分，互阮独独放落家己，谦卑伫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应该的主，就互阮会当献上上好的互你，求你来赐福。也阮的主上帝，伫主日的早起，我要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要通过礼拜，要甲你来相拄，也恳求信心上帝，你进入伫阮的内面，互阮今仔日通过礼拜，听的甲讲的，拢会当得到利益。主特别祝福阮中间每一个人，祝福阮的心献互你，求你陪伴阮，互阮来迎接主圣诞伫阮的内面。主，阮要礼拜以前，搁一摆将家己摆咧，求你的信心甲阮支持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安静心，准备礼拜。
愿荣耀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伫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这时，咱们做伙起立来吟圣诗，圣诗101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天父的宝贝上帝，因为你的慈悲怜悯，愿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愿亲像以色列人同款，一摆搁一摆来背逆你，一摆搁一摆犯罪得罪你。毋过，你毋捌放下阮，你用稳定、怜悯、丰盛的慈爱来对待阮，听候阮回转到你的面前。阮的心思意念，甲阮的所行，若有得罪你，求你赦免，互阮有悔改的心志，帮助阮，互阮的所行甲悔改的心相同。2020年，伫世界是一个混乱、攻击、充满
病痛、死亡、隔离的一冬。伫台湾，阮有你丰盛的稳定，互阮会当伫即个土地安然徛起。求你继续来为台湾开路，毋但祝福即个岛屿徛大的人民，嘛互台湾成做福音的国家，成做世界的祝福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我要点到第一支蜡烛，是代表希望。我要用恭敬的心来听候领受。感谢你丰盛的听，借着点到这支蜡烛，会互伫流目屎的、忧伤的、丧凶的、病痛的人的中间，重新得到盼望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毋过阮安尼祈祷无够额，我要做伙出声来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讲。即时，咱要来启应，请掀开启应文19篇，伫圣诗后面29页，但是诗篇95篇，我来启，请各位兄弟来用。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，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今仔日你若听伊的声，即时咱要来吟神圣诗41首，请来，请来，以马内利，伫周报第4页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请到咱的男声合唱团来学乐，要吟的诗歌是《喜乐来临》。感谢男声合唱团用这么水的歌声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时，咱要来读上帝话，请掀开《圣经》马太福音3章第1节到12节。伫现代中译译本第4页，台语本伫第2页。迄时，施洗的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，伊讲悔改吧，因为天国特别实现了。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人，伊讲伫旷野有人画为主备办伊的道路，修直伊要行的路径。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的是草莓甲野蜜。群众对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甲约旦河的所在来到伊的面前，
因承认家己的罪。约翰就伫约旦河为因洗礼。约翰看见真侪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要来要求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遮的独蛇，上帝的审判得要到了。恁想讲会当倒撇嘛？要用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，毋通家己想讲是亚伯拉罕为恁的祖先，就会当倒撇审判。我甲恁讲，上帝若会当摕遮的石头为亚伯拉罕做出子孙来，埔头已经放伫树根顶，既若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错掉，等待火炼。我要用水甲恁洗洗礼，表示恁已经悔改。但是伫我以后来的迄位，要用圣灵甲火甲恁洗洗礼，伊比我搁较伟大，我就是替伊摕鞋嘛袂堪折。伊手刃摕着半枝，要穿起鼓场，将麦仔收入去仓库。那直到伫初天，伊要用永远袂花的火烧掉。以上，即是咱要请到咱敬听的四牧师来替咱传讲信息。信息的题目是以悔改的心迎接圣诞，请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大港节是对主后第4世纪开始的，一开始信徒应用40天的时间，通过灵修、禁食、祈祷，来陪伴家己的心，迎接圣子救主耶稣的诞生。一直到主后第7世纪的时，开始对40天变做4个礼拜。相反是通过灵修、禁食、祈祷，来陪伴家己的心，迎接救主诞生。所以大港节期就是对12月25往前算4个主日、4个礼拜。所以今仔日11月29就是今年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。伫大港节第时，教会拢会布置嘛会有真特别的象征意义。传统上，咱拢会用紫色或者是深蓝色，亲像咱头前即块布，也是讲咱的戴降节的蜡烛用紫色。不过迄个点到第一支蜡烛的光是代表愿望，伊的色字就是代表欢会甲反省的意思，就是要提醒咱人拢是罪人，咱不配调起上帝，需要认罪悔改。人要为着家己的罪忧伤痛悔，来期待上帝拯救。所以，当咱在准备庆祝圣诞节之前，就应该先领受上帝赦免的恩典。这时，咱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抑阁软弱无完全的时，你就愿意救赎阮。通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得到拯救。主伫大港节期的时，阮特别将家己带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用悔改的心，互阮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，来迎接救主圣子降生伫阮的生命中。主，阮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信心帮助阮，无论听的、讲的，拢得到利益。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牧师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的主角，就是行洗礼约翰。大家可能会感觉真奇怪，行洗礼约翰应该毋是出现伫圣诞节的名单中啊，主角的名单中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伊住伫旷野，伊穿骆驼毛的衫。伊食草莓啊，搁甲刷叶蜜。若是用现代话来讲，
伊是一位清楚奇怪、佫特立独行的人。讲较白，伊就是一个怪人。各位，为什么行洗的约翰会出现伫大港节期中呢？这是因为伊所传讲的信息，真简单佫清楚。伊大声喊话讲：“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”伫耶稣要来进前，伊伫旷野大声话：“爱受得主的道路，就是即位行洗的约翰。”结果咧，即款行为奇怪的传道方式，竟然互迄个有犹太历史传统的信仰团体复兴起来。因开始经历一种信仰生命的更新。真侪人来到伊遐，拢承认家己的罪，甲接受洗礼。兄弟姊妹，伫主耶稣还未开始伊的传道的事工以前，就已经有信仰生命的更新啊！而且这毋是伫圣殿内，也毋是伫圣城耶路撒冷，是伫旷野。今仔日牧师要通过这段圣经节，要分3个阶段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，如何伫大港节期中用悔改的心来陪伴家己，迎接圣子救主的诞生。第一个就是悔改的信息。今仔日咱看到圣经的第2节讲：“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”这句话虽然是真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讲出行洗的约翰所传讲的信息中心。咱常常拢讲，行洗的约翰是在传悔改洗礼，就是对这节圣经节来的。行洗的约翰已经非常清楚地宣告，人爱悔改，因为这是上帝赦免拯救的时刻。圣经一再互咱一个真重要的中心信息，是讲人着悔改，才会当看到上帝救恩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救恩毋是靠买卖的，也毋是用咱受洗礼的年资长还是短，或者是家庭信仰传承的背景来得到的。所以台语有俗语讲：“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无无明，第4代安那？你请我无用啊！”或者是讲上帝有囝无孙，所以这个拢甲上帝救恩得到上帝救恩是无关系。独会当互上帝用伊的怜悯，互救恩临到伫人的心周围，就是咱每一个人悔改的心。行洗的约翰，伊呼吁当时的人，恁着悔改，因为天国得要实现啦。伫遮所讲的悔改，就是心智改换一新，心思意念更新。但是咱要注意的，伫遮所讲的心智改换一新，是有一个真重要的目标，就是人要归向上帝，互上帝加做咱的生命的主宰。第2，悔改是啥物？咱看圣经第3节，安尼记载，这个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伫讲的，有写伫旷野伫话，要为主准备道路，为伊受得烧炉。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伊特别安尼写，伊要直接指出，行洗的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人。其他2本的福音书，无论是马可还是路加，因的作者拢无直接指出行洗的约翰有即款的角色。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，伊真清楚，伊要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爱注意
已经真久无听到的先知的信息，现在搁一摆出现啦。大家爱注意来听先知的话，爱注意来看先知的行动甲工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爱知先知以赛亚伊所传讲的信息，原本是对国家已经灭亡、受掠到伫外国的巴比伦的遮以色列百姓讲的，是在安慰因、鼓励因，毋通失去仰望甲信心，因为上帝拯救就要临到。马太福音的作者认为，行洗礼约翰就是亲像以赛亚所讲的迄个人相款，伊要传出上帝安慰伊百姓的信息。兄弟姊妹，所以整个行洗礼约翰的工作的中心，就是爱人来悔改。咱看到当时有侪侪人来找伊，就是因为承认家己的罪。这点上介重要，也会当讲行洗礼约翰的工作是成功的。人上大的问题，就是无愿意承认家己的罪，甚至一再要想办法来压砍家己的罪。这个人愿意承认家己的罪，就表示行洗礼约翰所传讲的，是真正有感动因、刺察因的心，互因知家己所犯的过失。所以行洗礼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信息。安尼，什么是悔改？悔改也就是承认家己的罪，克服经历内在生命的更新甲改变。牧师捌读过一本册，伊的名叫做《福音作为悲剧、喜剧和童话》。这本册内容大概意思是讲，福音要先听到歹消息，然后搁再听到好消息。最后，竟然伫想袂到的时，就发生亲像童话般的奇妙新迹。也就是讲，福音是记载人类失败的悲剧，也就是歹消息。人伫失败中，互上帝全然赦免甲拯救的喜剧，也就是好消息。以及人类伫上帝慈爱怜悯中，生命来改变更新，亲像童话情节一般的奇妙美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、领受福音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敬畏上帝、领受福音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主耶稣在传福音一开始，伊就讲：时机到啊，上帝主权得要实现啦，要悔改、信福音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一位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大的记号就是悔改。牧师为着要互大家做伙来思考悔改是啥物，我找到教会历史中有几句谈论悔改的名言，咱做伙来看。第一个是美国出名的报道家穆迪伊讲，悔改就是180度的向后转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进前所行的方向，爱行你即马开始，你要完全行颠倒摆的方向。第二是互人称作牧师中的牧师的穆安德烈伊讲，一个人了解佮体验伊的本性，一无可取，而且佮发现家己无能为力了后，才会有真实的悔改。第三，20世纪中国出名的报道家宋尚杰讲，
上学得认罪悔改的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以及教会属灵领袖。第四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讲，认罪悔改是得救的开始。第五，德国玛利亚福音姐妹会院长施宁讲，悔改上大的脱爱是致意。还有一句话讲，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这句话是我讲的。兄弟姊妹，悔改的相反词就是自义，抓家己做基。当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的时，伊去甲别人相比，佫感觉家己抑佫算袂歹，这个时阵就毋是悔改的状态。所以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，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请咱继续看今仔日的圣经在第70到第90记载。当时的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也来到加西利约翰的面前。加西利约翰责备因讲，真实的悔改是要结出果子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一个人抓家己做基的人，并无认为伊有啥物需要改变的事，就袂结出悔改的果子。安尼，悔改是啥物？怎样才会有真实的悔改？各位兄弟姊妹，牧师伫遮要邀请大家目睭闭起。咱目睭闭起，做伙来想。恳求信心引带咱进入咱的内心世界，伫安静中来听上帝对咱所讲至微细的声音。迄个伫咱的生命中标示着任何人、任何人拢禁止进入的所在。也就是咱的内心上深的所在，只有咱家己知的所在。牧师邀请主耶稣甲咱同在，进入你我的软弱见笑中，同时也拍开咱的心门，安静听咱家己的情绪。当负面情绪常常发生的时，咱就问咱家己：为什么我常常会生气？为什么我常常拢是看到别人的毋好？为什么我常常感受到人看我无？认定这个，是毋是显出我的信仰？可能倒位出问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邀请咱带着咱真实的情绪甲情感，来到上帝面前，安静家己，静静来修，静静来修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好，咱目睭闭紧，咱要继续来讲第三，悔改爱有行动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悔改是需要有行动的改变，若无就毋是悔改，只是懊恼。亲像圣经第70到第80讲。约翰看到真济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来领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遮的毒蛇，啥物人警告恁，闪避上帝特要发的生气？
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这是假设的约翰对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责备。真可笑，直到主耶稣来到因的中间的时阵，因抑佫犹原看无。当耶稣的时代，还佫有真济律师的例，亲像路加福音18章第8节到14节，耶稣所讲法利赛人甲抽象的伫圣殿中祈祷的譬喻。圣经安尼描写：法利赛人看家己做义人，佮看轻别人，徛停停家己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，恐吓取财，不义勤乱，嘛无亲像迄个抽象的，我一礼拜禁食2遍，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/10。毋过，迄个抽象的，徛伫远远的所在，连抬头看天拢毋敢，只是对天讲：上帝啊，怜悯我即个有罪人。啊，佫有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龙主的故事。当龙主细汉囝伊醒悟，伊就起来。转到老爸面前，对老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也嘛得罪你。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”当细汉囝认罪悔改了后，伊深深体会到的是家己不配，搁诚做囝儿。但是住伫厝内的大囝，伊却也无享受到做大囝的欢喜。当小弟平安转到厝，大囝非常生气，无要入去。伊的老爸就出来甲伊考劝，伊就应伊的老爸讲：“你想看卖咧？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。你连一只山羊仔囝拢毋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你即个囝，将你所有的财产开了了，伊一转来，你就为伊杀迄个肥的牛仔囝。”另外，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到50节，一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伊邀请耶稣来到伊的厝做人客。一个有罪妇人人带着一罐香油，伊用目屎替耶稣洗脚，佮抹香油。主人西门看伫眼内，心内真无爽快。耶稣知，伊就对西门讲：“西门，你有看到即个妇人人无？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水互我洗脚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脚，佮用头毛甲我拭互干。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脚。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脚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济，表示伊真济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这就是咱常常所讲的爱大，赦免也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掠家己做义的人所体会到的疼，往往不如遐个罪过得到赦免恩典的大。所以，当人愿意认罪悔改时，体会到的恩典大，感激也会大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悔改是为着陪伴咱来到上帝面前上界真实的一条路。请问，你有相款的感受吗？大家有阿门吗？
咱也要来问咱家己：我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牧师阁一摆邀请咱在座每一位，拢在阁一摆安静咱的心。咱同款嘛是目睭闭起，咱用一点仔时间来想即个问题：咱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咱有看见家己爱悔改的所在吗？伫这圣诞节期布置真水的礼拜当中，要受到悔改，确实毋是遐尔啊容易的事。对伫遐个家己认为已经伫上帝厝内的人，有时确实渐渐袂记得，咱犹原是需要悔改的人。只要咱捌受到家己是毋是有一个浪子悔改的心，会常常对主讲：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儿。只要咱会当真正认罪悔改，就会当重新领受上帝赦罪的恩典。各位姊妹、兄弟，咱目睭会当闭紧。伫这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，也是要爱帮助咱陪伴家己的心的时刻。伫遮，牧师上帝无派一位清差特别、行为奇怪、亲像假洗礼约翰的人来到咱的中间。今仔日牧师也无打扮亲像假洗礼约翰的款式。但是牧师要伫大港节期的第一主日来提醒咱，用悔改的心来陪伴主的道路，让子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，互咱转到上帝面前，归向上帝。牧师捌看过一个圣诞节的剧本，剧本的内容在描写有一群的少年人。因非常的欢喜，兴高采烈地举行圣诞庆祝会时，突然就听到有人在拍门。招待人员听到就去开门，开门一看，一个青云人徛伫外口，伊就问讲：“请问你是啥物人？甲你的名，互我知。”迄个人就回答讲：“我的名叫做耶稣。”招待人员伊就看伊手中的名单了后，就讲：“啊，歹势咧，阮无邀请你，因为阮的名单中无人叫做耶稣。”就出来把门关起来，拒绝耶稣将伊关伫门外。亲爱的姊妹，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是来到一个受到济人拒绝的所在。伊还未出世之前，就已经互人安尼对待啊！各位，安尼你咧，我咧，假使还阁有机会，咱是毋是愿意拍开咱的心门？接纳主耶稣进入咱的心中，咱是毋是愿意拍开咱的心门，接纳主耶稣进入到咱心中迄个黑暗的角落？也是咱犹原看到耶稣，拍一个招呼，搁寒暄几句，搁祝伊圣诞快乐。然后，伫咱的心门要关起来之前，咱对耶稣讲：“耶稣，歹势啦，我的心内无房间，互你踮伫我的心中。”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大港节期中，是毋是有悔改这个部分？若是有，安尼假设咧约翰今仔日
就是对咱的性命的讲话，也就是讲，用悔改的心，陪伴主的道路，迎接圣诞。最后，牧师要邀请大家，搁一摆邀请大家，嘛是目睭闭起，安静咱的心，将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的所在，互咱有一段悔改的安静冥想。目睭闭起，先安静，邀请信心来提醒咱。有啥物是咱需要悔改的？再阁想看卖有关结果子的部分，恳求信心引带咱，互咱伫即个时阵会当想到一个人，是毋是你应该爱对伊较好的迄个人？先主动伸出关心的手，好好面对这个时阵，信心将伊放伫你心中的迄个人。因为马太福音第5章23节到24节，主耶稣讲：你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，若受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，就将礼物放下伫这段前，先去甲伊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礼物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悔改，是互上帝欢喜感纳的礼物。这就是悔改所结的果子，也是咱今年所会当献予上帝上好的礼物。你有想要安尼做吗？愿信心帮助咱，将这个感动放伫咱的心内，咱继续为着这是信心，将伊放伫你心内迄个人来祈祷。咱求上帝，互咱有机会来甲伊和好。咱求上帝帮助咱。最后，伫大港节期的第1主日，当咱伫开始准备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之前，先毋通互家己受无用。悔改才是咱上重要的陪伴。只是牧师要邀请大家，会当做伙用祈祷的心，咱要甲主讲。听完的主上帝，阮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拢愿意献上悔改的果子予你。愿你感纳，也求信心加替阮开力，伫生活中结出下地悔改的果子，来迎接圣诞。愿阮所祈祷的，互主欢喜。大家做伙讲阿门。感谢释牧师所传讲拍动咱的心的信息，嘛期待嘛期待这信息会当成做咱每一天的所行。只是咱要来吟圣诗478首，迷路的人着行倒转，请起立吟全首。
兄姐，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。若有人是第一摆来到教会，唔知影奉献的意义，请唔免奉献。做伙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天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少年原是土粉的本质，阮常常伫阮的生活中间软弱，常常得罪你。求你来帮助阮有悔改的心，互你会救阮。会当三四倍，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用丰盛的听来听阮。阮这时所奉献的金钱、阮的财情、阮的时间，阮这个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，互你的国度得到荣耀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请坐。这时，请容阮我来报告，请掀开周报第5页。本主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，点到第1期知识的蜡烛，代表希望。耶稣基督的诞生，带予咱无限的光明甲愿望，互咱伫即个大港节的节期，透过读圣经、祈祷，逐工甲主同行，来思考上帝主耶稣降生的意义，并且用咱的生命来为主发光，传主福音。伫本年度的圣诞节的活动，登伫周报第17页，请大家做伙来关心、参与甲带导。第2点，伫本主日欢迎台湾神学院的学务长柯英峰牧师带领新生朗诵32人来参加第3场的礼拜甲观摩，愿上帝赐福因伫神学院内的服侍甲学习。嘛，真欢喜伫咱的自强前执事嘛，伫咱的中间吼。第2，集体的关怀，有真侪毋甘的消息。本会会友陈瑞芬姊妹伫11月18日安享主怀，定伫12月初4本礼拜5上午10点半，伫本会7楼的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带导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林金美姊妹伫11月25安享主怀，定伫12月11后礼拜5上午10点半，伫台北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至真二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带导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陈雅国兄弟伫11月25安享主怀，定伫12月14，是礼拜1上午10点，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二厅举行入殓礼拜，并且伫当日下晡2点，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姐关心带导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咱嘛有欢喜的消息，伫本会会友卓怡莹姐妹甲林宗庆兄弟，定伫12月初5，即礼拜六上午9点半，伫高雄3一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，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全家。恭喜本会会友郭志文甲赵丽萍夫妇伫11月初9。得到千金，愿上帝看顾新生的查某囝甲全家。恭喜本会会友刘美红姊妹的查某囝林君如姊妹甲邱创俊兄弟，定伫12月12拜六3点，伫中原大学水利堂举行教堂证婚的仪式，愿上帝祝福新人。再来有敬乐旅游的报告，12月初1到初2，伫即礼拜2到拜3有敬乐的旅游，由杨牧师来带领前往嘉义梅山等等的所在。请已经报名的兄姐会当伫迄天下6点50伫教会1楼来集合，7点来准时出发。请有准备早顿吼，愿上帝祝福即个行程会当平安甲欢喜。即时咱要请牧师来做牧养的带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即时我要来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。第一位是周静怡姊妹，毋知坐倒位，坐伫后壁，咱欢迎，好，请坐。第二位。张于燕姊妹，坐伫倒位？她楼上没有。好，来，那第3位是李玉娥姐妹，
李玉娥姊妹，有无？楼上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无关系。啊，哥，咱嘛要来欢迎吼，今仔日台湾新学院的学务长柯牧师带着32位的新生来到咱中间，咱起立啦吼，互阮欢迎恁吼。愿上帝也大大祝福恁的学习，将来会当互主来用吼，请坐。好，这是咱来做教会牧养代祷，咱大家做伙来祈祷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伫大港节期临到的时，主，阮先将家己献互你，恳求你的信心来引带带领阮，互阮伫生活中为主做水的见证。主啊，阮伫遮嘛特别要纪念处理有人死失的家庭，阮恳求你安慰因。身体有软弱的、有病痛的，也求你甲因同在，互因知因伫痛苦的中间，主你甲因做伙。主，我嘛为着处理有欢喜的代志的，我要献上感恩，愿恳求你，互因的欢喜会当伫主的祝福的内面。主啊，我要将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祝福阮的教会会当行伫你的心意。也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领受你的话，会当伫阮的生活中吃做你要使用的器具。主啊，愿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灵魂体勇行，有主你甲阮同在。愿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起立吟上营510首，俄罗天顶主宰，音刷请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咱着用悔改的心来迎接圣诞，伫生活中结出互上帝所欢喜的果子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叹，甲信心的相通感动，甲咱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，共受齐恳。